即马食毒赛车害人伤亡的案件是愈来愈多，为着防止食毒赛车，立法院会今仔日三读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，增订食毒赛车或者是拒绝毒品检测的一律吊销驾照，而且车无论是啥物人的，拢会没收。另外，食毒赛车致使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，一世人拢袂使阁考驾照。条文修正通过。 即个修法加关食毒赛车的罚款，无论是初犯也是累犯，拢会加重处分。食毒赛车若是头一届互抓到，机车罚12万，汽车罚15万；第二届罚款会是前一届罚的金额，各加罚9万块。3届以上，每一届增加9万，而且无上限，嘛会吊销驾照。另外，拒绝做毒品的检测，罚款嘛有加悬，头一届会罚27万。 第二届罚45万，也若3届以上的，照前一届的金额加罚18万，而且嘛是无上限，希望会当阻挡食毒赛车的行为。